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宝林地市负责人店长导致下晡2去到地检署进行口径的比对，另外当个动静还有2个死者拢验出米甲困酸。昨暗有一个查甫人，驶伫个国道高架梯顶出口刷冲过分隔岛，弄到护栏，规台车砸入去基隆河，惊拖起来时阵已经死亡。美国的艺术家执行研究计划，咱15年后过来到台南，今仔日伫咧丰新庙头前的这关电电视，连续10天拢会伫咧播同款的景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宝林地市的食品中毒案件，负责人李丰宪姓王的店长，还有休困出国姓周的导致，今下晡拢来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口径的比对。那负责人是头一届向社会大众来回实的。目前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是6个动静，还有2个人死亡，因的身躯顶呢，拢验出到这米卡菌酸。不过这几啊条是无验出来，上新呢有一个卫福部说明，请观众朋友继续来等待。宝林地市负责人李丰宪29下晡以上台北地检署访问，事件爆出了后，头一摆对镜头来核实的，由委任律师发表谈话。我们都非常的积极的配合做调查，那甚至呢，在这个申请调查证据这边呢，我们也有给这个检方这边一些建议，然后希望早日呢能够厘清这个案件到底发生的这个真相为何。李丰宪的委任律师讲，包含李丰宪也个伊的爸爸妈妈拢捌伫个离甲离世，食过宝林地市的炒几啊条，显示这是一个真少看的食物中毒案件，希望赶紧调查真相，进一步处理后续赔偿的代志。由台版超过7天的新闻总破西讲，台版期间正常煮食，有啥物煮啥物，无另外加料。叫会是头家统一采买，所以除了访问负责人李丰宪甲新闻店长以外，也头一摆团环案发期间休假出国的新州的总破西，到北检来进行口径的比对。物品的部分，当然一定我们会从这个所有的食材跟环境去看嘛。住院的病患，那这个检体我们有收集。宝林地市食安防部继续团台北市卫生局、发布局下晡由食安官带队，到湾东百货信义 A13美食街来考察。现在的保单是还在程序中，是有效期。宝林地市案件爆发到即阵，全台总计通报21例，死亡有2例，年龄对10岁到66岁拢有，重症5例。也台北市离岛的新增加3名比例，不过4个也伫家户病房案例，状况继续恶化。其中1个除了肝甲腰子歹去以外，脑部也产生病变。另外第2个死者，树林地检署也正式验出米甲困酸。裁剪之检体经送台大医院化验结果，已完成检测的部分检出米酵菌酸阳性。有关这个宝林地市案件真相，唔拿检调爱查清楚。卫福部嘛已经由人甲物的检体做检验，真经向社会大众来说明，降低这食安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宝林地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卫福部当咧开记者会，上新的结果呢，确定会整理，互观众朋友来了解。也讲到即届上致命的这个米甲困酸呢，有专家讲，若准即款的物件走入咱人的身躯内面，会造成身躯所有细胞无法度运作，致使真严重的肝衰竭，或者是代谢性的酸中毒，最后就是死亡。有医生认为讲，这米甲困酸的死亡案例，未来伫台湾可能会真接发生。是因为台湾的环境湿够热，一定要做好食品的保存。台北市食安官是表示讲，会和中央讨论讲，敢要来启动这米甲困酸的专案抽检。宝林地市中毒事件夺走2条人命，卫福部指出，伫死者身躯验到台湾头一个米甲困酸，所讲的米甲困酸进入咱人的体内，会互身躯所有的细胞失去能量，无法度运作。患者可能会严重肝脏衰竭、代谢性酸中毒，甲因为无法度代谢，所以脑、心、甲肌肉规身躯失灵，上严重伫破病26点钟来死亡。有国内医师示警，那种米甲困酸害病，未来可能会伫台湾流行。以后食品的保存，那种水分高的淀粉类，一定要赶快呢放到冰箱里面，4°C 以下，赶快去做冷藏。
医师表示，米甲菌酸开伫22至33度的温度大量生产，因为米甲菌酸无臭无味，无法度为食品外观认出来，就连洗过、煮过也无法度破坏。上好的方式就是预防，莫食长期放伫不同环境中淀粉发酵的食品。捏造米甲菌酸万一伫台湾流行，未来安怎做好食品的保存，安怎阻止米甲菌酸扩散是重要课题。米酵菌酸的部分的话，那个我们目前的话预计裁减这个相关的这些的标准品的部分，那未来的话会配合中央的公告的检验方法的话，我们会做检验。这个菌种呢，就是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而没有扩散到我们的植物、我们的食物链、我们的生态里面。为了追查宝林地色中毒案的原因，本来卫福部要为国外订买米甲菌酸标准品，不过要到后礼拜才会到货。接来是由中华基督教病院免费紧急提供独家标准品，才互检验结果会当提早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在外口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国内再逼出着食安风波啊！伫咧新德县有一间咖喱店呢，八个人客食到到地是开始走北，虽然是还未找到原因，不过业者是停业到后礼拜3，而且讲会退钱负担医药费。新德的卫生局稽查了后，发现店家环境和设备等等有真侪项缺失，下令4月11进前就要改善。另外，顶礼拜伫新德的假日市集，有民众甲一个大头仔买冰，真侪人是食到到地吐，巴肚搁伫咧滚架，卫生局也当咧稽查。本周前倒步来回一直七，门头前挂广告，讲4月初日进前全面停业清销。新德县德北的这间咖喱店是讲入食安风波。网友伫面册发文讲，最近去这间店食饭了后，是出现一直流的镜头。业者嘛证实讲，最近有接到8个人反映讲，真正是闹袂停。虽然还未查明原因，但店家承诺退钱嘛负担因的医药费。目前统计的真的还看不太出来，唯一共通点是鸡汤，对，那其他餐点就是每一位都有点。当地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稽查，甲牛肉这食材早登来检验，现场嘛发现店家环境设备有真侪项缺失，决定4月初1进前限期改善，目上悬会当罚到2亿。包括现场未提具员工健检资料，无有效之病媒防侵措施，以及冰箱内部、炉台、砧板、工作柜未保持整洁。食安风波一个接一个出来，有民众发文讲，顶礼拜休困的时阵，伫新德假日的市啊，甲大商买一杯脆冰汁，几下做伙大是无做伙大的亲友啉落了后，过2天拢出现规身躯酸痛无力、吐含胃痛这症头。去看医生嘛，确认讲毋是感冒，敢是脆冰汁出问题。新德市卫生局讲，因目前已经派人去店家来稽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宝林地色这个案件呢，目前已经有2个人死亡，而且伫咧6个动静，还佫这2个死者身躯顶拢验出着这米加菌酸是致死的原因。虽然呢，这政府呢有开始伫咧追查，不过呢，经过这实在检验，伫咧龟仔条顶头是无找到这米加菌酸的。也不过呢，为着这民众会惊吓这部分呢，这产业工会就建议学校的营养午餐暂时莫提供。那家己有厨房的，亲像是台北市的景美国小呢，因今仔日就宣布讲，这几啊类的暂时袂提供，要互家长放心。一般金源善良切大虾是请客料理内底真受欢迎的大菜，放伫下骹就是龟仔条。有伫台北市艋舺这间大饭店是最近热门的婚宴加商务食饭的所在。饭店团队顶礼拜就真注意宝林地色食安事件后续发展，也首先来宣布宴席的料理会先停用龟仔条这食材。宴会定期可能是半年到1年前，菜单就已经确定了。那承办人或是实验的主人家有很多事情，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甚至忘了自己的菜单内有这样的食材。我们其实主动都做到提醒跟建议更换。另外有家己经营中央灶卡的景美国小，除了家己学校学生，也强化附近6个学校营养午餐。学校伫中昼发出紧急的通知，为了安全，决定改菜单，原定4月12日的肉丝龟仔条改做有机的麦仔饭。学校强调，毋是食材有问题，而是有风险，暂时来停用。不是我们的食材有问题，状况不是那么的明确的话，那我想说，我们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所以我们才讨论以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更改
参压农业工会讲，差几啊条属特产，因为较歹做伫团产内底较袂出现。不过因为相关的调查结果也未公布，为了避免学校甲家长的惊吓，建议学校应暂停供应，并且提醒会员爱注意食材保存。食材的管理其实是相当重要，因为每个食材，如果它没有符合卫生规范时，它其实都有一定的风险。那团膳业者能做的就是加强源头厂商的稽核跟库存的管理。对参压工会甲学校停用相关食材，台北市教育局讲尊重，因为台北市卫生局是讲，宝林案内底疑似问题食材已经查到上游，种市面上未用到。对于疑似的问题食材，引发民众惊吓，同市卫生局也启动查核。其中餐厅部分有12间业者甲宝林地色使用相款的新北市、大阪城供应商的几啊条类的产品，拢已经先回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这电钱4月要起价，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就提案要阻挡。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强调讲，立法院伫咧2015年就通过电钱敢要起价是由电价审计委员会来决议的，呼吁南北两党就要补清楚。因伫咧议会提出反对，甲这提案交予朝野协商，进入1个月冷冻期。国内电价会4月起价，引起社会各界讨论。和立法院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拢提案冻起电价，要伫立到议会闯关。那边立委指出，即马各项拢起，执政党应该体谅民众，优先讨论能源政策。提出冻涨电价以及修改电业法，绝对是苦民所苦，刚好而已。我们呼吁民进党政府调整错误的能源政策，以免台电持续的亏损以及缺电的危机看不到尽头。在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上，我们的确是选择了跟中国国民党合作。电价的调整是不是要具有民主的可监控性？那这件事情，我相信相关的法案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交换意见。不过，对南亚党团总调卜君奇提出的电业法第49条修正草案，要求以后要起电价，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了后才会当实施。民众党团犹原有所保留，面对在野攻势，民进党团采取加急动员应用，佮邀请经济部处长陈文生出席党团会议，说明了起方案。怎么看今天国民党他们要提电价冻涨？昨天已经回答过了，4月1号就公告了嘛，我们交互协商啊。你现在不可能，你是在立法院可以，你自己订定的公式，你自己通过电业法，你自己叫停啊，人家都是依法行事的。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强调，立法院2015年就通过电价审计，要由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计委员会决议，呼吁南北党团应该了解规范，佮表示会伫议会中提出异议，将提案揪落来，交予朝野协商，进入1个月的冷冻期。记者综合报道。早晚8点外，高架搁再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台轿车伫咧台北国道高架提灯出口，家己弄过这分界岛，规个甲这护栏弄过去，规台车就栽落去基隆河。今仔中昼12点外，有吊车去甲车吊起来，发现讲有一个查甫人吊伫咧驾驶座内面已经死亡，经过家属确认是一个32岁生出的查甫人。工作人员有人坐抢人船，伫河边四界找，另外有人穿冲水衫落水落去找，两边斗阵找，安尼找几啊点钟了后，总找到落水的车路。这台落去水内底乌色轿车，和大型吊车吊去国道高架桥顶面，沿过轿车拢密密麻麻。头前司机的椅仔位要一个查甫人坐伫咧遐，已经明显死亡了。吊上来的时候，那车体的受力是蛮严重，那有蛮严重的变形。就是驾驶室有溃缩的状况，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将那个车体去做破坏，才把患者救出来。这事故是32岁四川死者，礼拜暗时8点外开伫个10至5股的高架桥，开到国一高架北向19公里，伫提定出口10度是去控制弄到分界岛，冲过护栏，连人险车对6站楼悬的高架桥顶落落去基隆河，家属2早起到现场真着急等待，经过指认了后，甲临这开车的人就是一名无转来失去联络的亲人。车辆于13时19分吊挂上国道主线，之内有一名男子明显死亡于驾驶座，
经家属现场指认为32岁蔡姓男子，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死者平常时是台北新竹两边同群，当时对新竹下班，才要登去厝的，那并车落去，是车辆故障、超速开车、疲劳开车、身体出状况，也是有其他原因，才拢由台检方来收验，加相关单位调查。不过，先排除人这方面的因素，这个路段设计是毋是有什么缺失？或许有更多资料部分配合相关的调查单位再研议进一步的强化措施。虽然高公局讲初步认定相关的指引甲照明灯光这方面拢按照标准来设置，只是来配合相关单位调查，来研议是毋是有什么所在会使做更加好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中央港铁，搁再发生公安意外，昨下晡3点外，厂区当咧进行这吊发电机的一个设备，想袂到呢，这吊车手骨雪水中弯落去，发电机落落来，而且这吊车的手骨也夹着厂房，加在是无人受伤。治安署派人去到现场稽查，无排除发到上重30班，另外也甲这吊车的合计证废止。吊车的吊手直接讲伫工厂的厝顶，本来伫吊挂的发电机嘛落来毁损。中央港铁2晡传出公安意外，当时厂区正伫进行发电机的吊挂，无想到吊手竟然会常常发生凹弯的意外。说实在，我们也很压抑啊，因为一台500吨的吊车来吊50吨左右的一个发电机，应该是很好吊的。怎么吊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吊杆都折掉了，还在调查。我们内部也还在调查。这件意外好在再无造成伤亡。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嘛，第2到前往稽查，初步了解发电机的重量差不多55吨，不过吊车本身会当载重量是500吨，是操作失误还是机械故障？治安署还搁咧了解调查。灾害的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中，如果发现有违反治安法相关规定，会依治安法规定裁罚3到30万。那目前会针对有关这个吊背折弯的部分先废止该起重机的检查合格证。中央公安的意外真侪，2020年3月，因为连钢炉换修意外，造成4个工人死亡。今年4月，也因为维修气压管，一个姓白的工人拄着伤。今年1月底，劳动部向去突击检查，发现3项缺失，互人依照违反治安法罚30万。2晡又发生吊车的吊手凹弯的意外，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是讲，若做确认违规的情况严重，会依治安法相当罚3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的新地漂基隆塔，今仔日电梯是出问题啊！一个阿嬷带孙煞掉伫咧电梯内面半点钟。基隆市文化局对去年7月开始营运基隆塔了后，这电梯尚无歹6届，这也是头一届有人掉伫内面的情形。目前电梯暂停开放，确认无问题，才会搁再运作。感谢警消甲保全人员在斗3工，才发度互掉伫电梯内底人会用出来。因为几人地漂、几人塔，离到发生电梯有人掉伫内底事件，一阿嬷带3岁孙，10点几人塔开放就来参观。无想到要坐电梯到4楼，电梯的门锁拍袂开，电梯内底紧急电话也卡袂通，无度甲外界联络。讲他听得到，但是他讲什么我听不到。所以说可能那个电话要再联系。警消人员到现场，重新启动这电梯，也无法度把电梯的门拍开，只好一直来按打掉伫内底马斯纳。加在电梯维护人员赶到位，用锁匙来开，要这个马斯纳救出来。困多久啊？在里面待了多久啊？开门10点就进来了嘛。哦。挂两节路。挂两节路哦，惊到。哇，就恐怖的呀！我较担心你啦。有几人塔大约20层遮悬，高度大约70公尺，发生这电梯有人掉伫内底的事件，引发公安的讨论。对此，几人塔的负责单位文化局强调，因为几人塔主体结构是玻璃帷幕，若是天气伤热，开发生电梯的机械伤烧，无紧时就停机。文化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已经召集施工单位、设计师、建筑师、技师等等相关单位进行研拟方案，以确保未来民众的使用安全。文化局讲，去年7月承接几人塔营运了后，陆续发现电梯有无正常的状况。根据了解，电梯至少出现600故障的事故，已经请厂商来清卸通风的设备，换借主机帮。这摆搁再发生事故，将由厂商来修理，并且调集厂商、建筑师甲技师，参详安怎来改善，一定确认电梯的安全无问题，才搁再开放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南非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架巴士失去控制冲入去山坎，包含司机在内，拢总有45个人死亡。这车顶敢若一个8岁囡仔重伤滑落来。另外，伫咧德国的高速公路，有一台游览车向冲出车路，并且上无有5个人死亡，50多人受伤。南非北部第2八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台巴士伫山路失控了后，弄破车顶的护栏，坠落伫50公尺深的山坎，弄到坎中的岩石，然后着火。包括司机在内，车顶拢总有46个人，有45个人死亡，只有一名8岁查囡仔重伤滑落来。警方表示，搜索行动仍然在进行，不过真侪尸体已经互烧甲面目全非，有缘掉伫车内。这台巴士是来自邻国波扎那，是要去南非林波波省参加国外的雕像活动。南非交通部长齐坤加对罹难者表示哀悼，将会协助将罹难者的遗体送回波扎那。伊也强调，国外的拜六都要到啊，交通会变得更加无形，呼吁司机谨慎负责赛车。救护车甲直升机当赶去车祸现场，伫当地时间27，伫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附近，连接柏林甲慕尼黑高速公路上，一台由德国柏林开往瑞士苏黎世的旅游巴士突然偏离车道，冲出公路了后，并且伫超坡，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5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部分伤者情况危急，也无甲其他车辆相同分野。Flixbus hat angegeben, dass 53 Personen im Bus waren und 2 Busfahrer. Ich halte mich mit der Aussage noch zurück. Kurz zur Erklärung. Na klar, bucht man diesen Bus und trotzdem müssen wir jetzt checken, wer ist tatsächlich an den Bus gekommen. Es arbeiten überall Menschen, da kann also immer mal 1 oder 2 Personen tatsächlich nicht an Bord sein. Klar ist aber, über 50 sind in umliegende Krankenhäuser eingeliefert worden, sodass man schon von dem fast sehr voll besetzten Bus ausgehen kann. 巴士公司表示，目前当甲当地的警方密切合作，紧急将受伤的人救出来，搁送往病院救治。也毋过，确实发生的车祸原因当在调查中。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7月要开幕的巴黎奥运，法国是当咧加强准备，煞开始甲加友甚至是非法移民赶到别个城市去，唔但引起争议，也引起接受这阵人的地方政府强烈的不满。是法新社呢，就甲这几届奥运处理方式摕来比拼，认为这法国的做法和中国、巴西无虾米不共款。巴黎重要地标之的埃菲尔铁塔，伫7月底到9月初的奥运甲帕运期间，虽然无法度做奥运盛会地点，不过也是准备迎接全球观光客甲观众的眼光。同一时间，伫巴黎南部郊区塞纳河边的维特里，一栋无得用的老旧公寓，为天棚壁甲涂骹楼梯四界拢看会出来旧凹旧臭，不过煞大阵为非洲甲中东去的非法移民。根据欧盟的统计，2023年都超过100万非法移民，寻求欧盟各国互因庇护。其中法国差不多16万7千人排第2。不过2024巴黎奥运甲帕运伫要到啊，巴黎市甲周围地区为了迎接奥运相关比赛甲活动，由中央下令警方一面清除桥骹开放空间加有甲非法移民搭建的天道甲临时住所，一面甲巴黎地区这的人迁徙去法国其他的城镇。Alors clairement, depuis l'arrivée des Jeux Olympiques, il y a un éloignement d'Île-de-France, un nettoyage social pour préparer pour l'arrivée de tous les touristes et des Jeux. 对法国政府逼迁的做法，非洲来希望寻求庇护非法的移民认为办奥运其实是借口。Il n'y a pas d'étrangers ici à Paris, c'est ce que je pense. Sinon, il y a les gens qui ont accusé aujourd'hui, c'est à cause des Olympiques. Ce que moi je pense, c'est pas olympique. Il n'y a pas de nous les Africains noirs pour rester dans les Paris。法新社报道指出，进前奥运原来有逼迁计算人口的例，像2008北京奥运加2016里约奥运进前，中国甲巴西政府都伫开幕前进行大规模逼迁行动。法国80外主权团体伫2月联名发表公开批，指控这是奥运奖牌另外一个黑暗面。除了这种人权争议，甲非法移民迁徙去其他省份甲城镇，引起各地地方政府的不满。为东北甲德国隔界的斯特拉斯堡，到西南部的波尔多、图鲁斯近郊，也有中部的奥尔良这个所在，地方首长公开批评中央的压霸行为，敢若顾巴黎的好看光彩，甲散车甲犯罪落予地方。公司新闻家人编译。
继续来关心这宝林地食中食物中毒的案件，到今已经有21例，其中2个人过往5个大家互病房抢救。卫福部处长王必胜头拄只6点45分的时阵，有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上最新的调查进度。我们从宝林这边所收集到的，我们现在有3个比较重要的检体先出来。第一个就是他抽的这个果条，还有就是他的香兰叶，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再来米粉，这3样那都是阴性。大阪城这家所谓的果条的供应商，那我们也抽了16件，好，那这个果条的检体那也都是阴性。久久检验，唔那2位死者，还有6例中重症的患者身躯顶拢验到米钾醌酸，确定这届食物中毒是米钾醌酸引起的。也唔过呢，这宝林地食的粿仔条、香兰球啊，还有再来米粉，拢无检出到这米钾醌酸，而且还有供应商大阪城的粿仔产品也拢无检出来。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后生伫咧国安局食头路，说互媒体曝光，可能有性交易，甚至是有影片流出来。目前国安局已经成立案件来调查咯。总统府证实讲，自备暗示邱国正因为这件代志去甲总统也个团队会室里也讲要来辞职。不过目前区域安全情势复杂，阁是政府团队当咧交接期间，总统认为讲这部长呢就要固守已经有解留，后生的代志就依法来处理。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位院长29日中日时共同主持春节大典。不过，本来应该出席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却临时请假，因为日备一传媒讲，伫国安局任职的邱国正后生好亲像涉嫌性交易，也有影片外流。国安局已经立案调查，邱国正迄暗就因为这件代志为团队带来的困扰，向总统甲团队表达失礼，并口头请辞。不过，总统慰留认为应该坚守岗位。但考量当前区域安全形势复杂，又正逢政府团队交接期间，总统认为部长应坐正岗位，确保各项重要国防事务的稳健周全。部长会依据总统的指示，在交接期间恪尽建军备战的职守。另外，家人所涉的事宜已经由所属机关查，会全力配合，依法办理。5日空进前敏感时阵，国安局阁出现军纪问题，那也立委除了批评国安局爱甲老师教案，以免国家情报外流。国民党立委齐卡新嘛证实，伊有收到逼空的影片，怀疑是军中的斗争。不过，伊认为后生个人的行为不应该甲小算伫老爸身上，支持邱国正继续留任。不能说儿子去做了不当的行为，老是要爸爸负责。所以我希望邱国正部长可以坚守岗位，但是国安局该查的、该惩处的、该调查的部分绝对不可以少。他是一个嫉恶如仇、自律甚严、纪律严明的人。对于错误的事情他是六亲不认。我们愿意给予充分的支持跟信任。另外，立委马挺邱国正认为，即马拄好是汉光演习电脑兵演，也是新任总统伫要交接的重要时阵，相信伊会守护国家。北面媒体报道，国安局、政府甲督察单位29会加速密集约顺邱国正的后生，赶紧查出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我指控赖清德就要上任总统啊！今摆又风声讲，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后礼拜要来访问台湾，那准有来，这就是3个月来的第2届。这显示美国非常关注赖清德的总统就职演说，而且对政府交接的时间、两岸局势也都有特别注意。大使罗森伯格下周访台，跟他聊些什么吗？中国总统萧美琴面对问题无回应。北面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后礼拜要来台湾访问，这是伊3个月来第2届来访问，被会晤总统蔡英文加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凸显美国正关心赖清德就职演讲，也加台湾政权交接期间对两岸局势密切的掌握。外交部目前没有相关资讯。外交部一向欢迎美国各界友人来访，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这次呢，他当然也是希望他能够跟随着这个蔡总统的一个执政的一个延续来共同呢来稳定然后来稳定这个两岸的一个关系。
学者认为，罗森伯格这届主要都是甲新政府、甲未来国安团队直接沟通，表达美国对台湾民主绝对支持。即马台海议题将互人关心。马访台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雄最近伊发表报告，向华府政治界民众解说台湾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伊讲，万一台海发生冲突，美国真歹无代志，确保台湾袂去互中共控制，是美国重要利益。If war were to break out over Taiwan, it would probably, almost definitely, result in a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现在啊，台湾的能见度是很高的啦，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现在全世界如果谈到和平，没有不谈到台湾的重要性。520特别讲啊，前总统赖清德最近展开县内新政稳健连接产业交流行程，连续访问 KKday 这的新创公司。伊认为，即马台湾的能见度真悬，望台湾透过新创加数位应用，和产业升级转型，伫国际会当脚步徛在。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美国艺术家伫2001年发起红球计划，已经伫咧全世界40个城市展览过。即届是65年后，搁来到台南，离到头一站呢，先来去到洪神庙头前的接官亭，连续10天要伫咧无共款的所在展览。真侪民众透早就去排队，想要翕相做纪念。这个超大粒的红球，马拄马固定在这个石峰的中央真轻薄，这是众人期待的红球计划。伊到单已经去过全世界40外城市展览过。这回因为台南400档，市府邀请艺术家来参大家做交陪。红球要连续10天伫这，一天选一个景点做展出。而到对市林古迹洪神庙头前的接官亭起过，侪民众排队要来翕相，有学校趁机会带囡仔来练捌在地文化。计划交古迹的街头啊，阮最想要来看，所以阮家己嘛做一个红球来遮做好耍。几年前嘛有去台北，迄时阵无机会过去，对。所以这个特别来遮就难定。对。台湾之福蒋元书呢，为了彰显这个地方的重要，所以呢特地盖了这一座牌坊来代表这个地区的重要。这里就是200年前台湾的国门。红球计划是 Kaspersky 对2001年发起，主题是一粒直径4.5公尺、122公斤重的红气球。艺术家枪在甲球放伫咧建筑物的中央做装置，每一个城市地点敢来展出一摆。所来去永乐市场、台南公园、甲安平古堡等10大景点。艺术家讲，球伫每一个地点看起来会有无同的感受。大家当那对着装置艺术的脚步，那欣赏城市的美丽甲历史文化。I was here in December, working with Leslie and Elisa to find all the sites, and it's really done on foot. So I was here for a week. We're driving around, walking, and both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also finding new ideas. And the sites have to be a reflection of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but also how the city is lived in today. 活动对3月29到4月初7，虽然艺术家有开放给大家望红球做活动，不过市府也是提醒来观赏的民众，唔通有伤过激动的行为，就惊红球互人破坏去。记者在台南采访报道。用竹仔做主题，2024竹仔博览会开世界竹论坛头一摆伫咧台湾举办，伫嘉义的展览区，唔但有大型的竹仔作品，佮配合阿里山林业铁路的火车，要带大家来认捌竹仔产业的多元文化。这个叫做嘉美台，那嘉美台是因为以前呢，那个蒸汽火车需要加入煤炭跟水。由在地少年人新日的文化推广协会，带在火车参加竹博会的民众，来认捌阿里山林业铁路的竹架车站。上届车站内底竹仔结构的作品，分享在地英国竹仔产业发展的历史。竹崎其实做者是产竹仔，所以我们有一些竹仔那个足够的一些展演给大家看，这样子。大家来看火车，还有这来耍这竹仔佚佗物啊。 2024年竹博览会甲世界竹仔论坛活动，头摆伫台湾来举办，3月16到4月28，伫新竹南投云林嘉义甲花莲来举办，活动为家己起稿。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而且有很多现场很多怀旧小游戏，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少接触。竹崎车站的内底有3座黑足够作品，大家会当去欣赏。
就是希望民众来遮看迄足够作品啊，了解竹子的生态。家己顶区配合阿里山林业铁路，伫家己制裁所车库分区，阁有4个林业铁路车站，加用展出13件大型的竹结构作品。文化底现题材伫建筑结构应用，嘛要互民众来了解绿色经济。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全国大专校院语文竞赛伫咧3月初10比赛，今日举办颁奖典礼。今年比赛选手有56间大专校院，总共142位选手，分做华语、台语、客语，也有原住民语，甚至是有一个演说和作文组分组来拼一个关节。教育部为着要鼓励这少年家讲母语，前3名除了有奖金以外，也会当优先去到公视台语台、客家台，或者是原住民台实习，希望会将把这本土语言传承落去。闽南语演说第1名，国立台南大学陈伟汉，恭喜得奖！全国大专校院语文竞赛前3名的学生上台接受颁奖。比赛伫3月初10比赛日9办颁奖典礼。比赛项目以华语、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分组静态的作文和动态的演说。其中摕到台语演说第1名的选手分享讲，因为比赛前30分钟才知影题目，要准备是真无简单，就要对生活中的大细项代志去累积家己的思考。平常时看一寡，比如讲是台语的新闻，因为像最近有一寡议题啊，亲像咱之前有一寡选举的文化，伫即摆咱的就是大专的语文比赛时阵嘛是有出。大专校院语文竞赛是以即时演说的形式，选手要准备5至6分钟的内容。台语演说第2名的董岳表示，伊认为伫咧演说当中加入家己的故事，准备起来毋但较轻松，嘛较有特色，较会感动人。进前我会发觉我家己咧准备，可能有时阵咧讲的时阵较无法度互人感觉有感情，所以我后来有试看卖家己的故事甲经验提出来，和大家咧讲的时阵，家己嘛较讲了较顺啦。今年比赛选手来自全国56间大专校院，拢总142位选手来拼关节，最后总共是60位学生摕到名次。教育部表示真欢喜有遮侪学生来报名比赛，嘛希望台湾的本土语言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族语的岛屿嘛，所以不管是闽、客、原，甚至也还有新住民国语。那在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立基点上，我们都希望共存共荣。教育部为着要鼓励少年家讲母语，前3名的学生除了有奖金，嘛有优先到公司台语台、客家台和原民台实习工作的机会，希望会当互本土语言有继续生态创作的生命力。记者卢尚如、王兴中、桃园报道。后礼拜就是清明，彰化县环保局对这个月23开始推动做功德代替烧金的活动，民众透过超商平台捐钱予彰化县的社福团体，就会当用收据换功德证烧予祖先，鼓励民众用环保方式来拜祖先。不过民众认为讲太当无烧金的，只是讲烧较少就好。伫超商的机器操作，指定捐款予彰化县的社福团体，得当用收据换功德证，回向功德予祖先。这是彰化县环保局推出的用功德证代替烧金纸的活动，民众看法无同，有人认同环保，有人感觉烧金的仪式袂当无。嘛是加减爱烧一寡啦，袂当完全拢无啦，这是袂歹的政策啦，会当试看卖啦。当然，安尼是会使的啊，当然啦，愈方便愈好啊。本来那个环境就是卫生，就是咱大家的责任嘛。最主要就是讲发自咱内心啦，咱内心的迄个诚意。为着配合政府2050年的净零碳排，彰化县环保局今年扩大举办义工代金的活动。头摆伫清明节启动捐款领功德证回向予祖先，也和社福团体合作送公益加皮包，鼓励民众环保祭祀。烧金纸虽然讲这是咱一个民俗传统啦，不过变讲这个民俗传统随着时代的改变，咱嘛感觉应该爱做一寡调整。足侪研究报告嘛讲，咱这个烧金纸是点香来讲，伊的迄个烧出来烟，可能会致癌的风险。去年推动了，感觉发现了效果袂歹。环保局表示，2022年透过超商捐款予彰化县公益团体金额大约5万块。去年中元节配合义工代金的活动，捐款金额有14万，增加超过2倍。今年为清明开始扩大举办，预计捐款金额应该会阁增加。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
云林县对去年引进公共脚踏车舞步，县政府也打算在6月进前，在景点公园景所在设置120个点，导入1000台脚踏车，结合地方文化节来吸引游客，希望带动当地观光经济。叫电动辅助自行车第3个下面楼街，过去若游客来到这，拢用步行到楼街点街踅踅，但未来会将真细5个公共自行车的租借点。提供游客会当骑到邻近的西大桥公园登记点。就如果说我们从那边骑过来，会便捷很多，会很快啊，对啊。是从我们斗六虎尾还有我们斗南跟西螺这个4个乡镇先处理哈。文管府交通局表示，县内有去年引进公共自行车到搭来市，每个月租借超过3700架，而且佫新增加服务据点。现在佫要新增加斗南和西里2个乡镇的景点和公园等场域，并配合地方文化节举行，让游客会当亲历旅游。其实西螺还有很多的特产店啊，其实他们都没有去逛到，是比较可惜一点的。那我们希望县府导入这样子的一个电扶车呢，让我们这些店家都能受益。我们希望是结合商圈丰富的人文，还有这边美丽的巴洛克建筑，还有相关的米酱的特色美食，来让游客来这边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回忆。老街环农促进会表示，未来在西里将会增设5个公共自行车的租借点，就会当串联邻近的各个景点，带动当地观光特产经济。至于交通局就表示，6月底前将在斗六虎尾、斗南和西里设置120个站点，导入1000台公共自行车，让民众和游客方便使用。记者从云林报道。公路局推动偏乡的幸福巴士，让更较侪老大人出门去买物件就医拢变甲真方便。不过因为这高龄化，幸福巴士的需求量是愈来愈大，开始叫袂到车，所以地方也希望透过结合观光，吸引愈侪人含车来投入服务。这条交通部评选优良幸福巴士，欢喜接种项100之种的5个乡镇，拢是较欠缺资源偏远地区。为补助偏乡最后1里路的缺口，团队为找车找人到路线有约，拢是正尽职安排。屏东县春日乡乡长就讲，偏乡老大人愿意出门看医生，甲透早就出门的工地工作人员，拢爱靠幸福巴士。也许对公所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可能也许我们的人员不够，那人民的所需、乡民的所需越来越多。目前我们的车辆是比较缺，因为目前我们的车子都有时候都要排，有时候都排不到。幸福巴士驾驶员分享，上常常载老大人看医生，即马高龄化需求愈来愈大，希望有更较侪人车应投入。公路局为105年开始继续推动幸福巴士以来，偏乡公共运输空间涵盖率为70%，提高到792%。不过，依然有少数地区受居住地点限制，无法度包含在内。我们还认为说还可以再提升的地区像新北市的石碇、新竹县的峨眉、苗栗县的狮潭他们的目前涵盖率公寓数涵盖率大概73%到75%，那我们觉得说还可以再提升。公路局对在地经营幸福巴士采取公所自行含95%，地方 NGO 团体迎来申请，今年度到这3亿外补助。即马面临大环境欠人的挑战，要偏乡计划甲在地创新团体合作，将幸福巴士结合观光，希望导致观光客了后，因客观利润吸引更较侪人车投入。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时间4月初9透早，对墨西哥到美国15个州，甚至是加拿大，都会当看到日全食。台北的天文馆也甲这个真特别、真难得的天文景观呢，要伫咧网络顶头直播。是日的现象，就是月球卫星到地球甲日头中央连做一条线，日头互月球砸掉的。伫台湾时间4月初9透早，真罕得见的日全食现象会伫美洲出现。虽然台湾无法度看到，但是台北天文馆会准备直播。比较稀少的这种主要发生地点都在大型的陆地地区，所以可以看到。日全食的这个地方，就是几乎整个美洲大陆都看得见，像那个墨西哥、美国跟加拿大，日全食发生的这个它的宽带其实非常的窄，可能只有前后100多公里而已。那这100多公里又要沿着某一条特定的路线去走，所以其实非常难遇到。当地球通过彗星轨道时，轨道
碎块与大气摩擦产生风，形成流星雨。今年4月天顶是真热，搁有逐年4月份会发生的天气做扫帚车雨。今年4月2日会是数量上侪的时阵。台北天文馆估计每点钟通有18粒，但是拄好是旧历14日要满月，可能较无好观察。有另外一个诀窍，就是因为它会在这个月亮会是在天黑的时候，它就从东边升起，然后一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它才下去，所以你要把握月亮刚下去的那一段时间。台北天文馆表示，今年要观察天气做扫帚车雨，大约天要拍曝光3点到4点的时，会是上好的观赏时间。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高雄鼓山高中的国中部规划一场体验课程，学生囡仔用双手双脚五官用心去感受这块土地，为遐个写诗挂伫咧家己观察的班级树仔顶。学校毋望囡仔呢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关怀咱大土地。青青，人光唔像的叶啊，像一支弯弯的拐啊。学生囡仔念出家己写的诗，形容因观察班级树啊，这是高山高中国中部五感课程。学校用一学期的时间，带学生用摸的、用听的，认真感受这片土地。学生讲，虽然每一张班级树看起来拢同款，不过用心体会了后，就会知影大自然的奇妙。伊的弯度像一支土地公的拐啊，特新的所在是伊的脚遐有一个油菜破地的所在。我感觉这张树啊，真特性。就是把鞋子脱掉，然后踩在草地上，老师让我们去看那个踩那个感受。今年学校带囡仔用五感来体验对生活周边、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佮用文字、诗词甲观察到的感想写落来。看天顶的云，看树啊。看涂骹的草啊，甚至老师会叫囡仔甲骹鞋啊脱开，啊伫涂骹安尼滚来滚去安尼，互伊感受到讲，其实咱人的五感是做敏感的。学校佮邀请全校的学生来投票，选出因认为上有意境的诗词。校长表示，听到学生朗读，亲像对着诗词，做伙经历班级树的一生。这一块一块木牌啊，挂伫树啊顶悬，也加做校园内面特别风景。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文化部伫今年继续推动庄头剧场计划，要互无住伫咧大城市的乡亲，也挺好欣赏到国家级的演出，落实文化边缘。今年顶半年的庄头剧场对4月到6月会伫咧5个县市举办。演员为天顶吊更组飞过观众的头顶，这是明华园戏剧总团超炫碧霞团戏出。这个大规模舞台的表演是文化部庄头剧场表演计划之一。5日就要到屏东县演出。因为歌戏是来自民间，来自咱台湾的乡亲，非常的支持，所以到即马100几年的历史内面呢，明华园已经行95年了，我嘛爱回馈伫民间。孙翠凤表示，明华园当年拢有自发先到各县市表演，即摆配合文化部的庄头剧场计划，要甲经典戏出重新设计，呈现给观众看。文化部表示，庄头剧场计划落实文化边缘，互无住伫咧大城市的民众也通看国家级的演出。所有的品牌工作都要有见面会，那这个要把它当成说我们跟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受众的一个很重要的见面会的过程。那这样子是对团队有帮助，那对乡亲也是受益啊。那整个台湾呢，大家都能够体验表演艺术之美。文化部表示，庄头剧场计划去年有12万人次参与，希望今年继续有好成绩。今年第一出表演是由左风车剧团带领，4月份伫嘉义县演出，接落来一直到6月份，嘉南、基南、屏东、金门也拢有精彩的表演。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唔知恁兜的狗仔敢听有人话咧？国外上界新的研究是证实讲，科学家透过观察了解咱饲的狗仔因的脑部活动，发现狗仔会当甲一寡耳髓啊个物件相接做伙，而且做出反应。主人一个下令，牧羊犬向前冲，正准会当甲被撇啊接着。一寡狗仔的主人加减都会当感觉家己饲的狗仔好亲像听捌人话。即马匈牙利上新的研究带来解答，这家犬听捌的无定着比咱人所想的更较侪。Holvan unicornis. Super! Ayun na rin yung tayo ang suki.
除了对接落来，也是翻新这命令有反应，有一寡宠物狗也有法度学会晓甲单字、甲特定物件连起来。小亚里的研究团队就针对18只家禽做一项实验，先播放主人的声音，讲出宠物剔透物的名，再个向伊展示这的物件，伫这个过程来观测狗仔伊的脑部活动。We expected that if dogs real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of the object word, it will expect to see that object, and if the owner shows a different one, there will be a so-called surprise reaction in the brain.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found. We found that brain responses were different when an owner showed a matching object versus when it showed a mismatching. 不过，这项实验结果是敢来当证实，宠物犬确实是知影展示伫眼前某一个物件甲特定单字中间的连结，但是因是毋是会当理解词伊的意义，目前也无法度知影。科学家表示，实验的结果进一步引起研究者对咱人的好奇，尤其是咱人到底是安怎变做会当使用语言的物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则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